大家好，今天我們來學習一下如何使用 Player Master 軟件，設置我們盒子的亮度以及音量大小，以及如何修改我們盒子的 IP 地址，以及如何修改我們 WiFi 名稱。首先打開我們 Player Master 軟件，然後將盒子和電腦使用調試線連接起來。成功連接之後，我們點擊我們的盒子，然後點擊右邊的亮度按鈕。此時拖動滑塊即可調節它的亮度。調節到合適位置之後，鬆開我們的鼠標即可設置成功。返回主頁，然後我們點擊音量按鈕，和剛才一樣，拖動滑塊即可調整音量大小。調整到合適大小之後，我們點擊保存按鈕，即可設置成功。接下來我們設置一下我們盒子的 IP 地址。在設置盒子 IP 地址之前，我們首先需要看一下我們電腦的 IP 地址。打開網絡設置，可以看到我們電腦的 IP 地址是在1號網段下，然後它的網關是1:1。接下來設置我們盒子的 IP 地址，點擊網絡按鈕，勾選網線，點擊使用下面 IP 地址，然後設置我們盒子的 IP。我們電腦剛才是在1號網段，所以我們盒子也必須在1號網段，然後後面不能和電腦一致。子網掩碼會自動生成，我們點擊一下，再點到網關就可自動生成。我們的網關需要和剛才電腦上的保持一致。修改完成之後，我們點擊應用，此時可以看到剛才局域網下面是沒有盒子的。我們點擊刷新之後，可以看到我們的盒子已經出現在了局域網下面，說明我們的 IP 地址設置成功。接下來我們學習一下如何修改 WiFi 名稱。點擊我們的播放盒，點擊網絡，勾選 WiFi 熱點。此時我們看到底下的 WiFi 名稱和密碼都可進行任意修改。我們選中我們的網絡名稱，將它修改為000。在底下還可以選擇它的網絡制式以及它的頻道。修改完成之後，我們點擊應用。我們在我們電腦的 WiFi 列表裏面查看一下有沒有這個熱點。OK， 我們可以看到000已經出現在了我們的 WiFi 列表裏面，說明我們的 WiFi 熱點名稱修改成功。OK， 這就是一些關於 Player Master 的操作。多謝大家。